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叽叽嘟嘟，台语安尼写，叽叽嘟嘟。在背后议论人家，说三道四，指手画脚，台语讲叽叽嘟嘟。也毋过吼，阮遐个调拢讲是叽叽嘟嘟。你伫人个尻川后讲叽叽嘟嘟，串讲拢讲一寡有诶无诶，实在真无道德。啊，伫人个骹只后叽叽嘟嘟，讲人个英仔话做口业啊。叽叽嘟嘟的叽，用手指头指东西，尤其是用手讲叽，是真无礼貌行为。啊，细汉的时阵，大人拢讲唔通叽月娘，讲月娘会甲囡仔赶耳仔。其实哦，这无影啦，这就是老一辈伫咧教囡仔爱尊敬月神。啊，那咱手指头仔的第二指，食指，台语就是鸡指；大拇指，大母翁，毛讲大头母；小拇指，尾指指影，毛讲尾指，尾仔指；中指，中指，第三指；无名指，尾二指，歹指。叽叽嘟嘟的嘟，用尖甲鸡骨仔嘟好破，用针把气球刺破。啊，你莫吼，总是要讲话甲嘟，甲伊唱反调，拢是字字嘟。今仔日的台语字叽叽嘟嘟，实在真趣味。